大家好啊 ！Nolo Channel 喺今日2026年1月8號星期四，繼續同大家26嘅成交個案分享。今次我哋睇10大屋苑之一嘅沙田第一城。沙田第一城喺上年總共就有272宗嘅成交，較24年245宗就增加咗11%。至於上年12月份實用平均尺價報13,301蚊，較24年同期錄得12,861蚊，就有3.4% 嘅升幅，可以話係價量齊升。中原地產侯惠良就指，展望今年26年，各種利好消息支持之下，樓價升勢有機會更加明顯。沙田第一城暫時而家嘅入場費就係400萬起，放盤量大概就會有300個。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今次分享沙田第一城嘅成交個案，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。沙田第一城擁有唔少香港之最，包括咗沙田第一城可以話係屬於香港最大型嘅私人住宅屋苑之一，就由52座住宅大樓組成，合共提供1642伙單位，規模屬於最大型嘅單位之一，座數多，單位數量亦多。沙田第一城可以話係全港最具代表性嘅藍籌屋苑之一，原因就包括沙田第一城座數多，成交量高，交通便利，加上校網優勢，社區嘅配套成熟，兩大商場亦都有街市運動設施。此外，沙田第一城亦都可以話係全港最活躍嘅二手市場之一，成交量極高。因為單位多，上車客需求強，長期亦都係全港交投量最高嘅屋苑之一。雖然搜尋結果未必能夠直接寫全港最多成交，但係從中原地產單月成交量可以去到31宗，香港接月近30日成交量亦都有25宗，喺弱市之中仍然保持高嘅成交，係全港最活躍嘅屋苑之一。世紀野一奇豐物業嘅袁麗斯表示，成交單位就係沙田第一城33座低層 B 室，單位實用面積820平方尺，係個套三房嘅間隔，附設兩廳，坐向東南，望嘅就係遠景。上述套三房原叫價980萬放盤，累減30萬，成交價950萬。實用面積尺價11,585蚊。據知原業主喺2019年7月斥資1060萬買入呢個套三房單位，持貨至今6年之後轉售，賬面仍然需要虧損110萬。換言之，6年之間呢個套三房賬面就已經係跌價1成。根據2024年第4季至到去25年嘅公開成交資料當中，沙田第一城蝕讓幅度大概就係10%至到34%。位於25年初，政府放寬咗100蚊嘅印花稅物業價值上限調高去到400萬嘅物業，有唔少主打細價單位嘅屋苑都受到追捧。沙田第一城第52座中層 G 室，實用面積304平方尺，原則係個兩房間隔，得到買家就以齊頭400萬承接，尺價報13,158蚊。至於原業主喺2018年12月就以506萬買入單位，持貨都超過6年，最後蝕讓106萬，蝕幅係樓價嘅21%。如果計埋使費，預料蝕到去130萬，大概就已經係樓價嘅26%。另外喺上年4月9號，亦都有另一宗嘅蝕讓差唔多成球嘅單位，指嘅就係沙田第一城17座中層 A 室，一個實用面積451平方尺嘅三房單位。業主就係2016年以590萬買入，不過最終喺25年成交價只係495萬，賬面就蝕讓接近一球，單位蝕幅係16.1%。據知喺21年同單位曾經高見過755萬，高位跌價真係有34%。資料顯示，沙田第一城同座嘅17座樓層較高嘅同室單位喺21年曾經以755萬登記轉手，上年25年嘅成交價喺高位累跌都有超過34%。
沙田第一城43座中低層兩房單位，實用面積284平方尺，成交價380萬，呎價報13,380蚊。業主持貨未夠6年，最後轉售賬面蝕讓128萬。根據2025年嘅走勢，如果樓價未反彈，26年蝕幅推算大概就係15%至30% 嘅區間，兩房跌幅最集中，大概就係2成。三房如果對比翻21年嘅高位，跌幅可以去到34%。2016至到18年入市嘅主要都係蝕讓嘅群組。其實沙田第一城交通方便，校網優勢，亦都係大型嘅社區，高流通性，入場門檻亦都低，令到沙田第一城成為上車客、家庭客、投資者三方都願意買嘅藍籌屋苑，所以成交量真係唔少啦。沙田第一城可以話係最大規模嘅1980年代嘅私人屋苑之一，喺1980年至到1987年代分期落成，規模遠超同年代嘅屋苑，總共有7期發展，最多嘅就係運動同埋社區設施嘅舊型大型屋苑之一，包括有50米嘅泳池、6個網球場、兒童遊樂場、花園，亦都包括咗有商場銀城廣場第一城中心。沙田第一城喺上年25年底嘅實用呎價大致落喺11,000至到14,000蚊尺。25年底新界樓價指數亦都回升咗1.5%，利率會喺今年26年大有機會進入咗減息週期。沙田第一城屬於大盤，交通便利，流通性高，跌市就抗跌，升市就跟升。喺上年下半年大量嘅蝕讓盤已經被市場消化，今年全年預測呎價就會落喺11,500至到15,000蚊尺。至於全年預測成交價大概就400至到去1,120萬，升幅預測亦都可以會有2至到去5%。喺上年25年，根據中原地產統計，10大屋苑全年嘅成交量就有2,275宗，按年就有6.2% 嘅升幅，創3年嘅新高。CCL 全年累升咗4.3%，反映樓價已經築底回升。至於上年25年底，新界樓價指數亦都有按月升1.5%，升幅最大嘅機會亦都包括咗美孚新村、太古城、沙田第一城。至於成交量增長最大嘅就會落喺嘉湖山莊、沙田第一城同埋黃埔花園。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今次分享嘅內容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2026，亦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Nolo Channel。Buy me a coffee 作為鼓勵。如果你見到 YouTube 有廣告，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啊！今次分享到而家啦，拜拜。